兄，你早就有这款拍算啊，是安怎那要做到遐尔啊绝情，就咧别个也受气？到甲水落石出的时阵，一切误会都会烟消云散。我一定要来甲因讲一个清楚，我明日互因误会讲你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。红妹，你听我讲，为着大局，你千万别将我秘密甲泄露出去。也毋过别个也伊分你入骨啊。这个代志，慢慢的伊就会当了解，大局要紧啊。是大局，你敢知影你出去商用是有偌危险？我知影，但是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敢讲你忍心假放的，无要插我心？花妹，你敢知影古代有偌济贤德的女子，为了家己的翁婿，为国为民立捐躯呢？这我毋知影。待有滴水啊！见笑就咧甲古早人相比，迄我才无迄个资格。也我是少地啊！你孤单，并非我本心要比的先天啊！花妹你聪明。何以今日来看的出言？不管你安怎样我讲，菲日我无爱你去就是啊嘛。我一定爱去。花妹，你保重。好嘛，我若无在留你。自然有人有法度通我留你。黄妹，你要去倒位？我要来叫阮二位大兄来留你啊！呀，但你拄仔毋是已经答应我，无要将我的秘密甲泄露出去？即马你哪搁再咧变卦咧？谁叫你要甲我等的，无爱插我？好啦，无你就跟我斗阵来去。我为着无要互你将我的秘密甲泄露出去。现在我只有是请你跟我斗阵来去商用。毋过安怎？你无愿意跟我斗阵去？我当然是愿意啊。我是讲，若无甲阮大哥因讲一下，恐惊因会着急啊。我搁互你去甲恁大哥讲一下，迄个时阵，我的秘密敢毋是一切拢互你甲我泄露去啊？现在开始，你一骹步都袂用离开我的身躯边，跟我斗阵来去。行。断崖骹，啥物嘛找透透，啥物也无找着，我看还是来转啦。好，咱转。
无期悲求，为强做命难罢休。包大人回府。文书转来。文书，劫家场的代志是不是已经成功？田少已经互玉龙劫走，啊？那你电兄已经被救了。人虽是劫走，恐惊这件代志会愈惹愈大。房总管已经知影是五义兄弟所做。五义劫家场，竟然露出恁的真面目，那毋是封商人密，献给你的难逃，超用报复之罪。现在王总管已经带兵到咸丰岛，恐惊的有一场的厮杀。先做甚？也毋是为着咱众兄弟去劫家场，所以咧房总管吼，伊毋甘愿才会照公道报私仇啦。我这个盲叉子，竟敢对咸公岛下这个毒手！好，我来改变。哇，谢谢，你要创啥？你去报仇，现在毋是时候，也是莫去。大哥，敢讲咱咸公岛死这尔多人，安尼怎准煞去心？便是安尼就会准煞去。一趟阵若互你去报仇，是会连累着包大人，甲严大人。然后呢，咱兄弟即摆是要安怎？咱爱将善后的代志甲伊办完，就一同来去开封见包大人。所以来到开封府已经偌久啊？阮众兄弟倒来开府了后，马上来见包大人，并无其他耽误。那安尼房总管毋就倒转去开封府啊？明日早朝，伊一定上朝复旨。包大人啊，伊若安尼，阮大嫂的代志都爱麻烦你安尼。此事老夫一定会尽力而为。贤弟，明日见君，你应该事先好好准备者。多谢恩师教训。只要五义兄弟要受到于房总管陷害，学生就是受罪，也心甘情愿。无喏，兄长，英雄做事英雄当，我哪会连累大哥你呢？咱大人较白话啊，恁即款的义行，实在是令人敬佩。不过这件代志，暂时也无必要搁再争论。
等候望总管连胜如何，大家再来商量。皇上，我议这事无法无天，皇上应该及早降旨，兴文天下，将因抓回朝廷问罪才是啊。这个案件就由包卿严办。微臣遵旨。皇上，我以所犯之罪，非常自反，卢方的此处实在是不能该敬压。兴王，我义是毋是有犯罪？现在也袂当确实，也毋过我义确实有记过心话，请兴王将罗夫人放走。兴王，你会当互心话报答我义之德，请兴王特赦恩典。定准议门所在，将罗夫人释出来。干卿，你襄阳之行，明日搁再延误了。定命你明早必须登庭，便道风掠5年，可以先斩后奏。微臣领旨。李老爷，王总管上来一段密函，请上来。好，真是欺人太甚！王爷，到底是甚么代志？义己代志，朝廷已经知影，而且又搁派遣村民来这个所在，要来调查实情。颜春敏，王爷，你最放心。颜春敏若敢来调查这个事情，我绝对一定乌沙乌要甲宰起来。皇上对伊好啊情分，不该半杯又啊倒滚。日头也大，早也半天。为何安爷在出事？咱下定的搁行查某外里，天暗安爷也袂迟。相公啊，这日头啊，搁这么早，你哪会即久都咧怨妇安娘遮济？五爷曾经甲咱讲过，这个所在贼寇真多，而且卖福也出，假使咱若无
无慎重的注意起来，是真危险。哎呦，相公啦，其实你都毋免烦恼遮尔多。迄第五爷做伫咱的后面，伊会暗中甲咱保护。话虽然是安尼讲，也毋过襄阳府中的高手真济，你爱甲伊保护，爱求大改平。哎呀，这我知影啦。人五爷早就甲我交代，啥物所在应该都爱注意吼，迄我拢了解啊啦。嗯。公孙先生，我跟你讲，什么代志？阴暗吼。敢是殿下？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心兄，这位敢是白面判官刘英？田英、丁可娘，请坐啊。请坐，坐贤惠。听讲殿下敢是已经受封为四品带刀护卫，为何身在此地？此话讲来话头长，如今小弟已经是武官一身轻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殿下是已经罢官回乡。罢官是无毋对，但是却非返乡。如今小弟有一个心愿，什么心愿？我要开昏君甲杀奸相。天下，花妹不要紧，心兄是我多年的好友，也刘兄也毋是外人，这话对因讲无好。田英，你讲这实在心肝。有朝一日，地某来当杀昏君，搁着太奸相，我就要永远稳基山林，永不复出。杨华府为什么人无要想袂？在下可以介绍你到一个所在，保你高官厚禄。什么所在？这个所在讲话有不便之处，我甲心兄要来办一件代志，也无明仔载，咱这个慢慢啊来讲。当然是会用的，但不知二位毋知是有甚物代志要办，小弟是毋是用得助恁一臂之力？这不要紧，刘兄，殿下也毋是外人，讲也无妨。这件代志是安尼，今夜我甲刘兄奉命，要刺杀颜春敏。
就是。等下。英啊，你爱嫁我的小心，爱嫁我的小心。等下。可你若是结婚了嘴嫁鸟的情形，有当了你就出来。不如将颜顺兰活捉倒转来上药，献给王爷，以便抗下。这敢是大功一件，有道理。是